上一次我哋提到月野兔嘅小檔案，今次我哋就講下佢招數嘅名，同埋一啲有關 Sailor Moon 三隻貓、東主名同埋神話先。如果大家睇日文版嘅美少女戰士呢，其實會留意到佢哋嘅招數都係英文拼音嚟嘅 ，Moon Gorgeous Meditation 同埋 Starlight Honeymoon Therapy Kiss。你會發現 Sailor Moon 好多招數其實係同冥想、治療之間有關係，因為月亮本身咧係對應潛意識、滋養、治療同埋照顧，咁所以啲招數啲名稱咧就係咁樣嚟噶啦。最後你有冇諗過守護 Sailor Moon 嗰三隻貓同埋公主嘅名佢係點樣嚟嘅呢？女王同公主嘅名 Neo Queen 或者 Princess Serenity， 陪住 Sailor Moon 嘅 Luna 陪住 Sailor Venus 嘅 Artemis 同埋佢哋個女 Diana。Serenity 其實係對應月亮女神 Selene，Luna 亦都係對應化成人形嘅月亮女神，同樣都係坐喺嗰個戰車保護家園嘅月亮女神。咁點解咧會有兩個名咁得意嘅呢？就只係唔同國家嘅神話唔同啫。Selene 係希臘神話，Luna 就係羅馬神話。其實唔講唔知，Artemis同埋 Diana 其實都係月亮女神，佢係太陽神嘅妹妹。月亮女神象徵狩獵同埋生育。嗱，咁聽講漫畫裏邊咧，Luna有取笑阿提密斯，做乜講埋個女仔名？但係出處不明。阿提密斯係希臘神話，Diana咧就係羅馬神話。